水交社工艺聚落的每一个老屋内都有着一个艺术品牌的故事，像是云雨艺术工作室，就是出身艺术世家的琉璃和金工艺术家杨礼成与纯阿辉产画艺术家王淑梅夫妻2人联手在这里进行创作。玻璃的热加工里面，它其实很多玩法啊。那最有名的像琉璃工坊，他们就是铸造啊。那我从事比较多的是热塑跟吹制这2件啊。那热塑就是以小火枪啊，以火枪直接对玻璃条加热。那借由雕塑的背景，所以在造型上我可以把它当作是热的粘土在玩。对，那个其实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游戏。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学雕塑，那其实玻璃的部分，或者说你做琉璃，那玻璃部分其实是毕业之后，应该说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接触的是玻璃，那主要是玻璃镶嵌、喷砂这一类。那热工的部分是后来在工艺所，就是草屯的工艺研究中心遇到黄安福黄老师，那时候开始学。可是其实以玻璃的跟玻璃工艺的接触缘起，就是退伍之后那份工作开始。那很莫名其妙，就是被这个材质煞到，就是一直深入到现在。其实玻璃本身它的特殊点在于说，它会跟光做互动。那有光就有影，再加上玻璃本身的立体的造型，而产生远超过雕塑的一个动态表现。所以其实在从玻璃镶嵌开始，比较偏平面的创作，一直到后来热工玻璃雕塑，甚至深入到吹制。那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跟玻璃这个东西互动，那甚至是说，看到玻璃就打从心里的喜悦就冒出来。讲到琉璃艺术，大多数人会直接联想到琉璃珠。当年因为电影的热卖，也让更多人透过这一颗颗美丽炫彩的琉璃珠，开始认识接触琉璃作品。最常看到其实就是像琉璃珠哈，那琉璃珠它基本技法就是点线或者说颗粒卷覆、薄片卷覆，或者卷金箔、卷银箔，那个都可以要不然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我可能玻璃先制作成卷棒，螺旋的卷棒，然后再去烧到玻璃那个琉璃珠上面去，那也是一个方法。玻璃热工它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那最广为大家所知道就是琉璃珠可是其实，在热塑领域里面，琉璃珠只是一小块各种技巧都是可以横向的去做联系。那这边介绍一个，就是像这一种玻璃里面有一些花朵造型，或者说线条去组合。那个在玻璃的热工里面，在台湾这边是讲内缩就是它其实把玻璃的有色的玻璃从表面有点像开水热对流这样卷进去。那借由这样的原理把粘附在表面的玻璃烧到内侧，让它翻卷出来。那其实做法很多种，大家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那当然里面的也是玻璃它不是真的花还是怎么样像我现在手上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东西，它是比较偏含钠的玻璃。那钠玻璃的特性它比较软一点那它的颜色也比较多样，因为它的化合物部分。那其实玻璃本身主材质二氧化锡嘛，对不对？可是锡的熔点是1700多度，所以它必须加其他的成分让它温度降低那加主成分加了钠，我一般讲钠玻璃，那加了硼玻璃这样子。那像硼玻璃是比较偏向于实验室使用的比较硬质的玻璃。那钠玻璃是比较软性的，那它可以比较容易加工成像我们平常使用的容器
好，或者说建筑的平板玻璃，这个都是钠玻璃。然后像光学玻璃，它的含石英的量又不太一样，所以它可以有比较高的透度所以每一种玻璃有不一样的目的去制作。好像琉璃工坊那一种，他们是含铅的玻璃那为什么含铅？因为铅的对光线的折射率比较高它可以看起来比较晶莹剔透像这种彩色玻璃都是整炉整瓮的玻璃膏抽拉成细条成为我们的原料。那所以我们要使用之前，必须先稍微加工成所需要的尺寸。琉璃创作者不仅要像个魔法师一样创造出美丽的作品，更要像个科学家，因为要懂化学，才能掌握好材料，懂技巧，这样才能够完全掌握色彩的变化，去创造不同颜色的组合。当你烧人的时候，你没有转，它就往下垂了。所以烧玻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停的转动你手上的玻璃不管是吹制还是做小的雕塑，不动的时候，它是不是又回来？对于杨老师而言，琉璃创作可以完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在还没有完成之前，或许可以预知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作品，即使在过程中不小心有意外插曲，那也会变成另一种美丽的展现。因为像刚刚你看它裂开有没有？这个对某一些老师来说，他就说你在土锤可是坦白说，我会觉得说这种反而是你平常刻意要做正的时候你做不出来。对，所以我并不会因为玻璃裂开它不在我预期的位置而停下来除非说它有一定的需求是要一定的工整性那我可能会重来。可是这种不是非得它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很随性的然后让它上去就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产生的也会在某个程度上的不可预期像这个有没有如果说我不要它，我就等它。色彩就是琉璃作品创作的精神所在，一层一层的玻璃堆叠、挤压，再加上玻璃是一种与光互动的材质，所以透过光线的照射下，让每一个作品都美得如一幅画作。其实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很重要，就是他的观察力。那这个观察不是只有到特定的地点才有观察这件事，而是说它存在于你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中。像我们在水教社公益聚落这边，其实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譬如说下午茶，那就夫妻两个人就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窗外的鸟，或者说可能窗外的鸟在打架了我们会叫对方去看我就说哪一只松鼠跑过去怎么样，我说哪一棵植物怎么样那个其实是很多细节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而不是说很刻意的说要去寻求所谓的灵感灵感其实是当你累积了那么多的观察之后，消化了反刍出来的一个创作，一个创意表现它不是一个不是能够寻找它是消化出来的。所以在工作室中可以看到杨老师丰富多样的琉璃作品，而利用生活中随手可得到的玻璃瓶，也在他的巧手改造下呈现出饶富趣味的作品。坦白说，我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停止喜爱这个东西过那唯一曾经停顿的是，可能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样的创作，但是我的手跟不上的时候，那时候会停下来。对，那停下来是为了去补足你的技术不够的部分，而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对，所以就即使是已经
在教学上是一个老师的身份，但是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断的再去补强自己的一个智能技术之类的，对，不会停下来。深度吧，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范围里面，但是你现在是不断的，我们在说挖坑给你跳。好，那我们要推坑啊，不是挖坑，推坑。那其实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你不断的去增强你的强度，包含你对材质的知识，因为其实玻璃很复杂，我们一般就只知道玻璃，但是其实我工作室里面你们看到玻璃至少4种，对，那这4种每一个不一样的特性，那每一个加工方式都不太一样。好，那其实就是你必须不断的去增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专业。我们讲专业其实玻璃我常常跟学生形容，就是说玻璃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你必须慢慢把所有的技术都集中到一个点上面来。虽然从事琉璃创作已经快20年，但杨礼成老师从来没有想到放弃，不断的去做去实践。不是把它当作工作，而是去享受创作过程的美，就像是在享受实现梦想的过程。不忘初衷，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说，我是很标准的穷艺术家。那热忱的维持，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热爱，你很坚持的不断的在做。我们即使不是制作人家委托的东西，还是平常就是我可能今天没有点火就觉得怪怪的，已经到那个程度的情况之下，那其实你就不会离开这种工艺的创作领域，对，并没有特定的去设定，但是不变的方向就是要持续下去，对，因为坦白说，全世界那么多人，不是每个都会成为名家，但是当你今天很坚持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无愧于你这一辈子的一个成就，这样，对。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结婚时总是会有许多的习俗，像是新嫁娘头上佩戴的花饰叫做缠花，也就是俗称的春拉灰。只是随着时代的转变，象征着祝福意味的春拉灰也逐渐少见。其实缠花它可以包含闽南地区的春拉灰，我们台语讲春拉灰。那甚至像鹿港的地方，他们也有发展比较特殊的一些造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包含客家的缠花。好，那以闽南地区的春拉灰的话，它的颜色会比较多，接近大红色或桃红色，比较喜气的颜色。因为以前的妇女就是在可能过年过节啦，或者是结婚喜庆的时候，其实你们现在也还是很多都会有插哦。好，你们如果去参加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就可以注意一下。那只是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缎带花，被缎带花取代。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工业快速的，然后又便宜那就很多被取代了。但是还是都会有那个习俗留下来。一个是它算是有很深的文化意涵的一个东西，而且在台南，据说台南以前是非常，就是说台南的妇女做的花是很漂亮的，大概就是全台湾可以数一数二这样。但是就是好像到后来就慢慢的有点没落了。那可能是因为工业发展开始，那大家都追求快速的东西，然后一些比较美丽的，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心力去可能是练习或者制作的东西就慢慢的消失，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就会觉得说，刚好有这个机会接触到，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发现它美丽的地方。这一朵朵美丽的缠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做缠花的时候，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种丝线。那其实我们一般看到这种亮亮的丝线，就是香绣的绣线。好，那还有一种是包边线，它是4股，还需要拆股，这个比较麻烦一点。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线都可以拿来缠。
好，那它就是最重点的就是一个缠的动作，缠绕的动作。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纸板。好，那纸板就是里面的这个骨架。好，你的花的造型全部都取决于这个纸板的剪。啊，只是因为我们要把丝线缠绕上去，好，所以它的造型上会有一些限制的部分。好，那铁丝是里面它一个做组合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弯折，好，它是一个定型的作用。好，那其他就是譬如说像剪刀啦，好，然后这是剪纸板跟剪线，然后白胶，好，等一下会做一个粘的动作。好，然后斜口钳可以剪铁丝，这个是最基本的工具啦。所以其实以前的妇女她们就是农忙之余都还可以来做这个缠花的动作，因为他们的使用的工具其实很简单，而且像以前啊，它的纸板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取得。我去文具店说，哦，我要买个几磅的纸板都有哈。他们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运用一些生活的像喜帖啦，或者是四色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好，现在大家比较少见到了。好，我们先做一个上线的动作。好，那缠花它最主要的就是依靠这个缠的力道，去把这个丝线固定在你的纸板跟铁丝上。好，它是完全没有上胶的哦。好，所以这个力道的拿捏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缠得太用力的话，那个纸板会变形。好，那如果太松的话，当然这个线就会很容易脱落。好，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把丝线均匀的缠绕到这个纸板上面去，就是靠功夫而已。所以其实一样的花型，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做出来的都会看起来会不太一样。之前遇到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缠花好像是很容易坏掉的东西，因为它里面就是纸板嘛，然后铁丝，所以我有研发出不怕水的。那就是铁丝会换成不锈钢线，好，然后纸板就是换成比较接近 PP 板那一种。别看小小的纯拉灰，光是一片小小的花瓣，就要反复的缠上绣线。一朵花从无到有，考验的不仅是做花者的无比耐心，更是每一步都不能错乱的细心。而每一种不同造型的纯拉灰，更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这个是花架，也是帮新娘子设计的，但是因为新娘子她一定要成双成对，所以如果她是插单枝单朵的话，它就要插一对两枝。那像这个是单枝，上面就有2朵以上的花。客家的它其实譬如说它会做成宫花，宫花的话就会做很大朵。然后宫花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供桌不是左右会有一个花盆，然后里面有插花。那我们知道客家人他们比较节俭勤俭，然后他们会自己做花，就不一定是摆鲜花，那就是自己用缠花的方式去做这个宫花的部分。然后像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抽掉。我们刚刚讲到传统的闽南地区的纯拉灰，那它就有各种这个是最常见的12个造型。哦，那像百合的话，它的运用范围是最广的。好，那百合当然就是讲求它的清新纯洁，然后百年好合的部分。好，那像银芽灰的话，它又有一个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千日红。好，那我们都知道以前觉得红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1000日都随时都是在盛开的状态，因为它的花期也算很长啦，好，那看起来也不太容易凋谢的样子。然后它另外有一个意思是团圆的意思，好，那像这个是玉兰啊，然后蝴蝶的话，它跟福气啊，还有蝶是长寿的意思，好，那它就是象征福气跟长寿，这个常常会送给妈妈。好，那像这个上面这个的部分就是带金的部分。好，那像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譬如说像这个是康乃馨啊，这个也是送给妈妈的。然后石榴的话就是新娘子，好，多子多孙的部分。比较特别的造型的话，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我们都是它的零件特别多，每一只都有10几个零件。好，那龟鹿的话，它就是譬如说比较婆婆啦，或者是阿周还在的话，好，就可以使用这个龟鹿，它也是一个福禄跟长寿的意思。好，那像梅花的话，它就是跟梅
媒人的谐音嘛，所以媒人通常会插梅花。学习制作纯纳灰的手艺，除了是要保存传统的技艺外，王淑美老师更期盼让它发扬光大。尤其王老师本身就是艺术创作者，所以更能将缠花这门传统的工艺结合多媒材，发展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学的东西本来就会比较想要去接触各种媒材，所以其实学过的东西，就是说接触过的媒材还蛮多的啦，像纸浆啦、染布啦那些也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对这个都对手做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创作的部分都很有兴趣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因为就是会想要广泛的去接触各种媒材，这样在创作的时候会有更多东西可以运用。所以后来就刚好有一次机会，刚好可以学习到缠花那样子，然后就想说把它放到创作的可以运用的东西里面去。虽然说我们有机会学习到这个，我们一定会有做传承的部分。那所以纯纳灰的传统的花型，我们还是都会把它继续的传下去。那除了那个之外，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比较设计性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说，因为其实像现在会梳头发啦，会在头发上沾花的，应该几率很低了吧？像我自己大概就是结婚的时候有擦过这样子，那就是觉得说它可以运用，其实可以运用在更多平常的日常生活的装饰，所以就是说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造型这样。现在有在尝试做一些比较几何的，然后比较抽象的造型。那最传统，其实传统的大部分都是花的造型嘛。那还有就是虫鱼鸟兽的造型，那觉得它其实可以更时尚一点。工作室玻璃柜里陈列着五彩缤纷的缠花作品，在光线的投射下闪闪发亮着。有供新娘佩戴的大红纯纳灰，还有以渐层色展现的花朵胸针、发簪等小物件。墙上挂着的则是较大型的艺术作品。这全都是王淑美老师一时一切慢工细活所创造出来的。灵感的来源，一个就是之前受的美术训练嘛，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大自然的东西，所以就是平常会去爬山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周遭，随时都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灵感。做这个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客人就问说台南说缠花以前做纯纳灰的人很多，那有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台南的缠花？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要来创作一个跟台南有关的东西。那因为以前凤凰花是台南的市花，那其实现在在台南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凤凰花，所以就做了这个凤凰花的发簪。那小时候如果是住在台南的很多，应该都有玩过一种，就是把凤凰花拆开，然后可以完全用它的零件去做出一只蝴蝶的书签。那就是一样用那个概念去把凤凰花的零件做成一个蝴蝶的胸针这样子。那像这组是2014年得到工艺评鉴的，那它就是以四季为主题。那春天的代表是新长出来的新芽，所以用很嫩绿的颜色去做像新芽的造型。那像夏天的时候百花盛开嘛，所以做了2个造型的花。这种是比较垂下来的。那像这个是蓝色的花这样子。那秋天的时候就是各种果实种子开始结出来了，所以是运用了2种种子的造型去设计的。那冬天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花了，也没有叶子但是台湾太不容易看到下雪了，所以我们做了雪花的造型。这是四季组曲。这个是有拿到2013年的工艺评鉴，台湾优良工艺评鉴通过这样。那它就是比较抽象型的，就比较不是具象的花或者是什么虫鱼这样子。那它就是有点像2只蝴蝶在纷飞，所以我们取名叫翩翩。王老师将缠花艺术推陈出新，注入创意与巧思，且灵活运用，使得缠花的艺术能够融入现代生活美学的元素，完全跳脱出传统的束缚。由于艺术工作室是由杨立成老师与王淑美老师夫妻俩联手在这里进行创作，
透过两人不同的专长，让作品更能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先讲缺点，就是他会给到赌槽，赌到这个严重。其实优点讲不尽，因为我们专长领域不同，那会互相补足、互相支援。对，所以其实像他如果比如他纯南灰的创作、长花的创作，他可能需要一些玻璃的组件，代工，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就帮他做。那我可能有些什么东西，可能我自己觉得不对劲，但是我可能自己看不到，那他会跟我提醒说，可能哪边该怎么样。那其实这个东西，坦白说是优点多于缺点因为你不是在同样类型的创作领域里面，那你可以看到的是，因为刚才讲旁观者清那可以看到一些问题点那藉由这个不断的互相督促、互相的进步，这样对，因为像我的专长是比较偏平面的，或者是绘画方面，或者是色彩方面，那它的立体造型就比较强。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而且人家都说创作是很孤独的一件事，但是在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好。在工作室中可以看到两位老师所共同创作的艺术作品，透过两人多元媒材与技法的融合与运用，再加上常年下来所积累钻研的各项工艺技艺，让他们在创作时更能适切的融合运用，也让艺术作品内涵更丰富、更多变。